會新增加一個確診案例呢。等一下，一個指揮中心就會來開記者會嘅，夾夾來看到一下記者會現場嘅情形。好，今日呢，一個指揮官陳時中其土立法院批准家下，針對有立委來問到講，係唔係一下疫情會較控制下來？故所呢有關當道防嘅問題，比如講一個規定係唔係愛並用？韓國呢先前新嘅初九，也就係亞正月初嘅下，一個酒店當時就係公布講酒店。舞堂也仲因為當時呢有一個酒店嘅什麼公關及確診呢，故所當時就下令命令講所有嘅酒店也都娛樂場所就愛關起來停業。不過馬街時節為老其並用下來，做得專家都繼續來營業呢。今並沒有針對亞強下來討論，故所對亞陳時中其表示講，一個酒店呢係唔係會繼續本家都來做生意，一下呢還愛通盤考慮。因為呢有啲比較當強先講，一個酒店算係娛樂嘅行業、百態行業，老其開放出來過後，會有社會治安嘅問題冇？故作陳時中對亞表示講，愛再過來通盤考慮，所有嘅情形落老其跪下嚟向下來討論。韓國其表示講，現時防疫嘅方面，全台灣呢係相對咧前好嘅方向行講前，故所其在個提倡社會各界，就係講一個台灣嘅醫療量能，我老其做求治厲害。對民眾對鄉親朋友來講，其實呢大家愛有一種防疫嘅觀念，大家愛啲好良心。故所其表示，接下來就係6月咧，也就係天光夜，國家2月就係5月咧。國家幾兩日咧就係6月咧，疫情當有可能會緩下來。唔過接下來，聽定一個禮拜就有3月好了嘅，也係5月連續假期，也係唔係會係天嘅挑戰呢？帶鄉親朋友透過新聞報道來了解下程度嘅。交通部高公局1968 App 還未開始用，就有當道爭議。同 App 打開，有得封殺的素材，實際現場根本就冇人。唔過地圖上講，人當道，本人嘛唔準。早晨交通部長林佳龍喺立法院批准，未引起藍綠立委禁罵。因為1968 App 政策太太嘅，應該喺頭5月連假以前通過壓力測試，再個開放本人來用。壓力測試通過之後，才能夠來上線下載1968，安內使吧。1968 App 是車流，那中華電信的大數據是人流。重點是現在這個是我們唯一能夠參考的指標，不是嗎？我們要把它豐富它經濟。是中華電信為主，沒有納入其他的電信業者的時候，會不會造成相關的數據失真？就是只是說這個演算法，好的問題，不是說幾家的問題。交通部長林佳龍強調，草案部已經朝部分訴狀來整理，強調頭擺係重視流量，唔過一下會加入流量同容量，係個一下嚴密判斷，所有嘅素材都會經修正，提供限卡客戶實際前線嘅路況同人潮資訊。連帶2年批評1968 App 嚴重唔準嘅台南市長王美在未回應，因為 App 就像快騎司機用嘅，係個唔準就冇用嘅。用了有問題的事情，你篩檢出很多偽陽性、偽陰性，那這些事情到最後還是要退還的。好，所以說我們覺得在這部分，我們當然期待中央的1968更精進，人流的掌握，還有這個人潮的掌握可以很精確了之後，那我們當然是可以接受。另外，林佳龍咪講，下晝會繼續同相關部會討論持續修正 App。還強調，除了全台灣234億1點以外，5月連假實施過後，逢單建設1點還會進來競爭價，按算會有300隻卡價。記者王立比、陳千龍、溫振凡綜合報道。你鄉親朋友平常會用到1968嘅 App 來查路況冇？現時係同佢結合嘅無共用嘅情形，希望講接下來5月連續假期，大家討關於景點有料嘅時節，會看到一種清醒嘅情形，之後接下來自家還會繼續希望。針對一個關於連帶3月都冇新增加確診病例，今邊係唔係會有新嘅消息呢？指揮中心聽聽愛開記者會嘅，夾夾來看。那現在就請我們指揮官跟大家來報告一下我們一天來的工作進度。好，各位記者女士、先生們，大家好，大家午安哈。那我們今天仍然沒有新增的病例哈，那解隔離人數也增至311人。
好，那我们定点航班回来的湖北460名里面，好，那目前有3人就医治疗中，2人陪同就医，好，那取医在集中检疫所。那至于磐石舰队，截至目前我们掌握接触者1996人，其中585人为居家隔离。那我们今天采检比较多，已采检的461人，那到目前为止368人为阴性，那其他在持续检验中。那1411人为自主健康管理。好，那全球累计的病例也超过300万，死亡的人数也超过了20万好，那个在口罩。我们到昨天晚上响应的人有26万多，好，那我们持续大家有心意的可以上网去表达大家的心意。好，那以上今天的报告到这里那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不好意思，工商时报真的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教育部在4月10号时候发函说，今年全中运要暂缓办理，然后延后举办情况是看疫情而定。那毕竟就是现在疫情看起来有稍微趋缓情况，那这全中运跟很多运动员升学有关，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重新办理的时间。再是指挥官上午在立法院有提到说，5·1连假可以是一个试金石，那是不是代表连假后21天没有本土案例之后，大概5月底6月初就可以启动一些振兴方案？谢谢。基本上你讲的这样一个方向也没有错。不过可能我们在监控上可能还再精密一点，看看整个情况的发展到底是怎么样。但是还是要提醒，并不是说是5·1劳动节就大解放没有这样的事情就我讲说可以轻松一点，但千万不要松懈。那个人应该要做的事情还是要做确实来。不好意思，年代一电视这边想要请问，就是这100天来指挥中心的专家们都非常辛苦。那庄副的夫人有提到说，常常早出晚归，跟家人互动比较少。想问庄副是如何疏解你的压力？那其他长官进来工作家庭得两面兼顾，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声吗？谢谢。谢谢大家关心。那目前的确就是早上比较早出门，那晚上大概9点10点回到家。那其实都还是跟这个家里还是没有什么改变了，就是说只是回到家可能比较累了，那看个电视可能就睡着了哦。那不过因为妈妈都也睡着，所以可能都没有办法见到面。那这个部分我以后会记得在定时再跟妈妈这个请安啊，谢谢大家关心，谢谢。好，其实作息也没有差很多啦，就是就是晚睡早起，然后只是跟家人的相处的时间就很少。好，那另外孩子在国外的，那大概就是打个电话关心一下，应该作息也没有太多的改变啦。好，也谢谢大家的关心了哈。不过我是医疗人员，所以平常就是早出晚归的，然后所以在医院里面7点半开会是很常有的事情哦。那晚上本来我在学校医学院就担任行政工作，本来也就通常都很晚回去。现在当然可能会更晚，因为多了一份义工的工作，所以我本来的职务、本来的职责，当然还是要去执行。那另外就是帮忙指挥中心的相关的所有的开会或是讨论等等的。昨天也非常谢谢部长，说在台上里面，就是我是一个非政府单位的义工啊，所以谢谢部长昨天把那个花送给这个5位里面唯一的一个非官方人士，然后那这里面
两头工作当然确实是更辛苦一些哈。那不过也像我以前说过哈，那有机会帮国家帮社会做一点事情，当然就尽我自己最大的力量来帮忙哈。谢谢大家。指挥官好，民事请问，高雄市卫生局宣传海报提醒大家5·1连假不宜人挤人，应该宅在家里面。不过台南市长黄伟哲是欢迎民众5·1连假的时候到台南观光，这不同调让民众有一点不知所措。请问一下指挥中心对于5·1连假是如何呼吁民众？那第二个问题想请教部长，上午答询的时候被问到是否放宽管制，那立委说是不是在1个月？陈时中那个指挥官说我不想看那么久。那你还有提到说，看遵守的规范的情况，遵守越好，开放越快。那请问一下，这个内容的意涵是什么意思？是1个月内就会放宽管制的意思吗？那有没有确切的时间？谢谢。好，我相信这个不管是欢迎哈，或宅在家，我想大家心情一定要放轻松，好，心情放轻松。那但是呢，我们的社交距离。那勤洗手，戴口罩，那这个还是都要维持了哈。那至于就是说放宽不要，就是说我们现在讲，昨天也跟大家都说明过嘛哈，大概一个情况哈，可能有最坏的情况，可能平常的一些情况，那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我们把这个防线慢慢要推到个人。我们本来是最大，以前有些国家就整个城把它封了，它封了一个城跟城之间的，那有些是区域把它封了，那封了区域跟区域，那有些比较小规模的，像我们有些特定的区域，我们不希望它这样子来做，那慢慢的我会把这条线看大家表现是不是能够推到自己这条线，就想说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规范能够严守的话。那这条线守住，那是不是万一有什么样的一个疾病的发生、传染的发生的时候，这个传播链在人与人之间就被切断了，它就不至于是大规模的这样子的一个发生。那零星的发生，我们都有心理的准备来迎接这样的一个情况。医疗的量能慢慢也够，那治疗的情况也比较好，所以大家慢慢要试着绕回到自己这条线来。那这样生活就不至于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要拉到这条线，就要看大家有没有做得很确实。如果大家都做得很确实的时候，那当然整个就一直推到个人这条线来，那生活就会几乎正常化了哈。所以有在问我，就是说是怎么样我在观察着要定一个什么样的外部的指标？没有，我们不想定外部的指标，因为我们知道那些。几天零确诊，几天零确诊，那个事实上在现在来讲，意义不是那么大，但值得大家高兴了。但是说就已经没有传播源了，那不见得。那但是呢，我们如果把这条线守好的话，那也没有大规模的传播，那生活就正常了。所以我要看个人的这个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是不是能够谨守得好。那这样子我们就越敢开放，因为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可以。因应很多一些突发的情况没有问题。报道者提问，想要请教一下张教授，因为中研院的研究有说，现在看起来全球的病毒已经变异演化成6大类，而且病毒的变异程度高，致死率也很可能会越高。那这样是不是代表我们台湾的病毒的变异性不算高呢？就是我们初期至今病毒有没有明显的差异？那第二个想要请教一下那个副指挥官，就是现在疫情的状况，那我们之前的颁布的酒店停业的禁令，目前有没有考虑会解除？谢谢。好，中研院廖院长今天好像有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啊，就在今天的报道里面有提到说他有分析，中研院有把全球2000多株已经在网站上公开的网站上有经序列分析的这些病毒做了一些分析嘛，分成6大类，里面包括什么亚洲1型、亚洲2型、欧洲1型、欧洲2型、美洲或是大洋洲等等的也提到您刚才所提到的那样的状况了哈。那不过
廖院长也有跟我做一点沟通讨论啊。其实，媒体也许写的是不是这么精准，我不知道哈。那不过就是说，里面好像初步看起来是病毒的变异大，好像初期跟死亡率没有太多明显关系，到后来好像看起来跟病人的死亡率有所相关哦。那他也说到台湾的病毒变异其实也是大的，基本上因为台湾的病人的所带的病毒是从世界各地带进来的，所以它是本身综合的模式，那相对的它的变异其实是大的，那可是我们的死亡率并不高。那这背后，除了病毒本身，也许是一个因素之一，会不会因为演变以后造成毒性比较高、死亡率比较高？这当然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可是另外，就临床的观点来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的照顾的量能会不会影响到照顾的品质哈？那天陈部长也已经很清楚说，因为我们病人不多，那再加上我们本来的医疗照护的品质就是非常好，所以我们有量能，有每一个医院的第一线的照护团队都可以好好的、非常仔细的把每一个病人做最好的照护，所以这样的死亡率当然就会偏低了哈。那反过来，在欧美某些国家，其实它的照顾量能早就已经不堪负荷了嘛，所以有所谓的这个濒临崩溃或已经到某种程度的崩溃的一个状况，那样的情况下，它也会造成病人的死亡率会偏高嘛，所以一方面是病毒的类型当然有可能会不会毒性高的关系，二方面我们在医疗照护上是不是能达到最好的一个照护模式，那当然也会影响到病人死亡率的问题。好，我们还是要谢谢各县市的这些地方政府啊，还有酒店跟舞厅的业者，在这段时间配合整个防疫的措施啊。那刚刚指挥官也有提到，所以我们会持续来观察整个台湾社会对于这个自主的这个管理的部分。那我们也会持续观察疫情的。那但是现阶段我们还是要拜托这些业者，我们就继续大家一起再辛苦一点，那这段时间再撑一下。当然我们还是会持续去观察，然后那这段时间虽然地方政府也已经有逐步在对一些娱乐的场所采取相关实名的措施等等，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酒店跟舞厅大家都再一起来配合一下，再撑一点。不好意思，联合报这边想要提问。昨天我们在说明我国就是普筛与否的简报中，我们有提到 PCR 的检测的敏感性以及特异性分别是95%以及99.99%。那我们现在想要了解是说，因为其实 PCR 的检测方式有蛮多不同的测验方式，那我们想要知道说，我们是如何得出简报上的数据，是透过哪一种黄金标准检验方式去定出来的？谢谢。这我来回答就是有关在 PCR， 就是我们在做这些所谓的这个分析的时候，那应该是说我们都会先收集文献啦。那从文献里面，或是说从这个实验室的人员，那大概收集说他们对于 PCR 或是这个抗体快筛的这些的敏感性跟特异性，去做一个大概都是说。先设一个基本值啊，那这些值其实都可以做一些上下端的一个极端值再套进去分析。那这个大概是我们做这些所谓的决策分析的一些方法。那并不是说那个值就不能变，那个是就是说在我们分析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去做变化的。以上报告。东森新闻提问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有提到说可以捐口罩给国外那如果说没有领的人，那如果可不可以有民众说，那我可不可以改成一次领回来，因为之前没有捐的，然后或者是说，其实如果是捐的话是免费，就是我们不用出钱的话，那会不会造成有一些民众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不公平？那另外想问说，那我可不可以指定是捐到哪一个国家去呢？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想说，在日本的
大报他们有提到说，指挥官呢是台湾防疫成功的关键，然后还点名说应该是下一届台北市长的人选。那不知道指挥官怎么看？谢谢。这个口罩呢，所讲过哈，捐口罩哈是捐心意啊，好，所以那要把心意收回来，这样也不太好。好，就是它是一个心意，那代表我们国人对于援外的意愿有多强。好，那大家可以感受到说，我们一方面在准节使用，但是在国际社会的一份子互相协助，我们也是愿意。好，所以是用这样做出发点。所以也还没精细到说你的心意要到哪一国或者怎么样，哦，就是整体的心意。那政府知道大家心意这样的一个范围，那就在这范围里面来做最好的运用，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日本的媒体对台湾没有那么的了解了，好。长官好，信传媒这边提问，这边想要请教张教授，就是有报道指出，日本13名武汉肺炎的患者使用哮喘喷鼻剂治疗，那并称效果十分良好，且患者都奇迹般的康复。那请问这样子的研究是否是真的？那台湾目前有使用这一类的药物吗？谢谢。好，这个报道我没有特别注意到，那通常报道是归报道，然后我们当做一个参考。那不过还是要看科学的文献，因为科学文献通常都是有经过所谓的专家审查过，认为是内容是值得可信的时候，才进到我们的科学期刊里面刊登。所以这当然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报道，第一个我不知道它的喷鼻剂的真正的内容物是什么嘛，所以也很难去评断。那我应该说，您后面的问题是说，台湾有没有特别用这个？没有，特别除非他本来是他的疾病例如说他本来就有气喘的疾病，他本来就需要用这一类的药物，那也许会维持使用。那可是为了新冠肺炎而感染以后而用这一类的药物，没有，我们没有特别用这一类药物。不好意思 ，TVBS 提问，想请问一下，因为五一连假快到了，那传出说有要增加近100个人潮的警示点，那么不过疫情现在已经算是趋缓了，但为何管制点却要增加？另外想请教，因为台南市长黄伟哲有提到说，台南不怕被列入侦测点，但是侦测工具一定要准确，否则会变成乱枪打鸟。想请问指挥中心这边怎么看？谢谢。这样的事情我昨天已经讲过很多次哈，那不是一个警示点，那是一个热门的景区哈，代表以前大家都喜欢去，好，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也就是说将来还是就是说有可能的话，好让大家能够多知道一些景区大家常去的人流车流到底怎么样让大家做一个参考。然后第三个，我当然同意任何这样的一个数据或者相关的一个数据的公布，它就重要就是在它采用的参数到底正确不正确，那这个我们随时可以改进。长官好，华视提问，想要请教张教授，就是德国有一个统计说，如果病程很严重的确诊者，他的肾脏通常会受到影响，而且几乎所有插管的确诊者也都会有急性肾衰竭的情况。想要请问台湾的确诊者有这样的情况吗？谢谢。好，那前面也跟大家报告过，就是这个新冠病毒的肺炎，它侵犯我们的身体，可能有很多器官都可以侵犯哈。主要它要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是经过细胞表面的一个 ACE2 这个受体嘛哈。那我们很多器官的细胞上面都有这个 ACE2 的受体，所以原则上它是有机会侵犯不少的器官系统，肾脏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哈。好，那在我们的个案里面重症者那确实也有肾脏的一些受到伤害的一个状况。不过肾脏受到伤害有几个因素啦，除了病毒本身是不是侵犯以外，
另外，因为当重症的时候，很容易所谓出现这个全身性的一个发炎反应，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功能，甚至如果出现到败血症或败血性休克的话，那更会影响到我们肾脏功能。所以在我们的重症病患里面，确实也有肾脏功能受损的一些状况，甚至需要靠洗肾来帮忙度过它的危机的这样的个案也有。你好，凤凰卫视提问，这边想请教一下，目前台湾有429例的确诊，那扣掉6人死亡以及311人解除隔离，那代表说台湾目前还有112人是还在住院隔离的。那想请教这100多人当中，目前有多少的重症患者？那他们的状况怎么样？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吗？谢谢。本来这一题应该是礼拜六在讲的了哈，我们礼拜六要做分析，不过今天我们可以先说哈。好，这个里面有一部分是因为近期诊断的哈，那大家知道诊断完以后，他可能要解隔离，可能要花2、3个礼拜，甚至到1个月的时间才会被解隔离嘛哈，所以那比较前期还没有出院的，当然有一些确实是重症的状况，所以还没有完全可以出院。那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有7个个案哈，在加护病房里面使用呼吸器当中。那这7例里面也是一样，有3例还是在使用叶克膜，在帮忙维持他度过他最困难的阶段哈。那这几个个案目前状况都还算稳定。指挥官好，金周刊提问有2个问题，一个就是有目前台湾的口罩还是征用，属于战备的物资。那其实目前台湾那个口罩量呢，已经超过应该是有1600万片。请问一下，它目前的那个量能跟战备量是否已经达到我们原本预期的目标？那当然就是因为口罩我们之前长期都是以进口为主，那当然就有业者都会有提出一些疑问，说我们现在的量能是否足够了？那是否在之前有跟他们讨论过，说如果超过什么样的比例或量能是他们目前可以出口的？因为其实国外蛮需要这些口罩。第二点就是刚刚指挥官您其实有提到说我们要把防线推到个人，那这个部分您刚刚有提到说严守之后就会疾病传播链也会切断。那我们目前当然是每天都提醒大家说戴口罩、勤洗手。您所谓推到个人这个部分有没有其他比较明确的指引或者是建议？就说他们怎么样去让自己的个人的那个防护状况做得更好，也可以现在就可以开始做。那当然就是说，您会认为说台湾要恢复到常态，就是说现在可能不需要戴口罩之类的，是不是要等到疫苗真正出现而且有用之后，才会到这样的阶段吗？谢谢。大概指的大概常态哈，我指的常态就是戴口罩变成是常态了。好，那就是希望这样把个人的防线把它做好来。好，那至于跟外面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的情况，或是有一些场所的限制方面，那慢慢把它放松来。好，那当然有疫苗有药物，好，那就可以把这情况就可以解得更好。不过呢，除了戴口罩，其他的相对那些好的生活的个人的卫生习惯，还是希望能够在这段时间全体的国民都把它培养起来。其实不但是对这样的一个传染病其实对其他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传染病也都是会有帮助的。那第二，在口罩了我大概算过常态性的口罩，我们大概到1700万片每一天的生产到1700万片，可以说是相对的够我们现在大概在药局方面在民生配用的药局上面，我们曾经在开始4月9号那一天出去最多的一个成人口罩，一天就出去1500万片。好，然后那个礼拜都维持4月9号开始连续3天，大概过来都是1200，然后在下个礼拜也是到1100，就光这一部分。不过经过第2个礼拜，因为第1个礼拜买的人比较多，所以第2个礼拜相对就变少。这整个2个礼拜平均下来大概900万片。好，那大概是成人的。那成人900万片以后，再加上我们在实名制，不是实名制就是我们的2.0。好，2.0大概2个礼拜出去要300万人次，所以300万人次一天大概将近200万片。
好，这就1100万片。那小孩子要出去大概130、120，好，所以这样多多少这样1230-40，然后加上医疗用的201万片。好，那然后工业、工商业使用的、经济使用的110万片，好，那还有我们国防部现在要等于是要10几万片，加起来一天大概要将近1700，好，所以我们生产量1700刚好平衡，好，刚好会平衡。那中间我们现在战备手头上有的大概也有6000多万片，好，可是因为大家知道说我们有些要提前配到从邮局然后到我们的药局这要一点储备量，然后另外在超商，它要我们储备更多，因为它要集体去包、集体去封，好，所以平均都2个礼拜前要送去，所以有一个周转量，好，所以现在大概如果能够生产到1700，我们可以说已经到达一个比较安全的量了，好，大概这样，那这样大概让国民大概有将近。好，等于是每这2个礼拜，大家都有九成的人会有口罩。好，那大概再过礼拜，大概就全部人都会有。好，所以大致上讲，那生产项现在也有突破1700的了。好，生产量也有到过1800，不过因为礼拜六、礼拜天放假的时候会稍微低一点点。好，所以平均起来现在往1700的稳定值在弄。我们不敢大意了，因为。万一工厂有一点点的一个机器的问题啦，什么的量人就有变化，所以大概口罩的量是这样，跟大家来做报告。不好意思，苹果日报提问，就是说磐石舰的3艘那个船舰之前已经有在讲说有在做那个二采的那个血清抗体的检验，不知道二采是否已经完成？然后还有就是说，因为血清抗体这个检测并不是完全的准确，有一些伪阳性的问题。那只是想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之前在3艘船舰分别看到的大概的结果，是不是除了磐石舰之外，其他也有一些有出现抗体阳性的情况？那还有就是说，在这个伪阳性比较高的前提之下的话，我们对于之后二采的结果，可能会再做哪一些实验上面的资讯方面的一些研究。然后还有之前有一个就是说，3采阴转阳的患者，那我们之前有讲说有重新隔离他的密切接触者，那只是想了解一下指挥中心隔离了多少的密切接触者，那会不会针对就是说，因为之前也有研究说有一半的患者可能是无症状，那会针对就是说他们的一些密切接触者来做一些抗体的采检，来了解一下就是说在无症状的情况下是不是，或者说在3转阴的情况下是否有传染力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研究。有没有传染力这研究是不是张教授？不过这大概有一点困难哈。那我们今天早上当然也本来要开相关的这些我们的血清的这样的一个检测结果的会议。不过我想这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厘清了哈，用了很多的方法，所以有一些大家也要从抽血嘛，那有一些要看你再从检测，总是还是要专家去判读这样一个情况。那至于在这个磐石舰或这2条舰都一样，我们现在是说今天到满14天，我们再采检一次了。好，这次我们稍微谨慎一点哈，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到我们要进去检疫所的时候，我们是采过一次嘛哈，那我们抽过一次血，然后在满14天的时候，我们会再采检过。那如果万一有人是阳性的最后一次就采检有人是阳性，那当然阳性还是到医院，那剩下我们可能还要再多留1天再采一次，那然后才会把阴性的才会放掉。大致上现在的一个排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想请问一下部长，刚刚有特别提到药局就是有部分药局开始反映，最近他们那个因为卖口罩，然后那个读卡要很多次了，那大量的读卡拔插，他们有反映说，读卡机的耗损常常会读不到，那读卡机坏掉了，他们又要自费去买，他们中央并没有给他们特张的补助或者配送，那这样的耗损，每天这样耗损，中央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反应？再来就是他们也有讲说，相关的药虽然说中央指挥中心这边都讲说，
没有缺药，可是大部分的药都扣在所谓的药厂或是通路商或是医院，基层药局他们基本上都要不到货，都会叫不到，变成说我们的病患的慢签，如果在基层药局的话，会拿不到药，他们都要退，都说请你们回医院拿药，这样子会不会造成说我们民众本来用意是希望他们减少去医院，结果变成说他们还是要回到医院拿药？第二个就是想要请问一下那个教授，就是说，刚刚我们特别有知道无症状的患者比较多，或者是说，刚刚说他可能全身的器官都有可能是他的入侵的一个门路，因为有 SE2 的关系，因为病毒也有那个终身潜藏的病毒，有没有可能它会变成一个这个新冠病毒有没有可能变成像？例如说像带状疱疹啊，或者是像 B 型肝炎这一类的病毒，就说用终身潜藏在身体里面，变成终身带源这个可能。再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都是无确诊啊，然后台湾的疫情好像也比较平缓，有没有什么那种制式的指标达到什么样，国内外达到什么样子的怎么样的层级，什么样子的指定的规则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指挥中心开始可以解除掉，然后大家可以回归正常，然后像比较辛苦的台上的几位也可以比较正常的能够运作这样子。好，那先答复你中间那个问题，就是有关于这个病毒。那是一个全新病毒，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嘛，所以很多都还需要再多一点探讨研究哈。那刚才讲当然是第一个是学理上，我们的体内的很多器官系统都有可能是它可以侵入的地方。不过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个个案都是这样，然后实际上有些就是非常轻微的症状，那也没有到肺炎的程度哈。你说肺部也是有很多 ACE2 的受体的细胞，可是它也没有侵入哈。那所以任何一个病毒到我们身上来，它会造成的表现其实不是完全照学理说哪里有机会它就一定会去的了哈。那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因素，一方面是受感染的时间，那个时候侵入的病毒的量的多寡，可能也是因素之一哈。那你吸入的这个所谓的飞沫的大小，那也可能是因素之一哈。有没有吸到很深层的部位，还是没有只在鼻腔、口腔附近的部位，这些都会影响到最后它的临床表现，或者是临床上面看到哪些器官系统受到侵犯。那除了这个呼吸道以外，如果要侵到其他的器官系统，那它这个病毒必须要进到我们的血流里面去，那才有机会侵到其他的器官系统。那不然它只是经过我们的眼口鼻进来，那没有进到血液里面，就不会有到其他器官系统的机会哈。那实务上我们也曾经检测过，或者是跟其他国家专家讨论，在血液里面要侦测到有病毒的机会其实是很小的。我们自己有一些病人也测过，用血液来做 PCR， 看是不是可以看到病毒，其实是没有。所以没有的话，那侵到其他器官系统的机会当然就大大减少。那至于说会不会变成一个终身带病毒的状况，这个在呼吸道的病毒里面，机会确实是应该是说很小了哈。目前当然是困扰比较多的，就是说因为它不止我们自己看到，国外看到也是类似，就是它的 PCR 检测可以阳性的时间很长嘛。那也有说变阴以后，然后后来又回到社区里面又变阳的这样的状态，所以这当然是有一点点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认识的地方，因为虽然培养不出来，可是它 PCR 为什么还是会这样被检测出来？这也是需要多一点的研究了解的。那目前我没办法说的就是你说是终身带病毒的状况，可能这个机会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微小了哈，可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一些知识哈。刚刚讲到有缺药的问题啊，实际上这个在机制上已经处理过了哈，就是说在配药我们都希望在存药不要超过3个月以上嘛哈，超过3个月以上的我们就先停止。
好来这一个分配哈去卖。好，那另外每一次在进的时候，在1个月量也不能超过它10%，好，用这样做一个基本的管制，所以在结构上的管制已经有了。那至于是不是有一些个案哈，个别的案号，或者就是说个别的药品，那可以直接跟食药署来做反映。那至于说在这样的一个读卡机的一个损坏，好，那个立法院哈也有这样相关的委员在关心这样的一个议题了哈。那我们会视察实际的情况哈，这方面不会让他们吃亏哈。部长好，中视提问，想请问一下，因为今天我们有接到民众的投诉说，有那个口罩在内湖区的药局拿到了以后，它的那个耳挂的地方就是松紧带是非常细，可能随时都会断掉。那他又到附近的药局去换，但是可能因为是同一批的货，所以他那个耳挂都是长一样的。然后这个部分的话，民众是觉得说他换来换去怎么都是找到差不多的这个可能同一批，所以他要用什么管道去更换呢？那想请问说，如果是这样有瑕疵的这个口罩的话，那接下来会怎么处理？是要销毁吗？还是就是怎么做后续的这个处理？然后想要再问张教授有关洗肾的部分，就是有一些患者想请问是国内是有多少的患者他有出现需要洗肾的状况，那大概是不是都是比较偏向重症的，会有这样子的并发症？这样，以上，谢谢。那至于就是说，你说细带到底多细了哈？但没关系，我们请人家去了解一下，看是堪用还不堪用。好，如果有不堪用的情况，那当然会请厂商好来把它做替换。好，那至于。好，对不起，这个因为也跟大家说，我们的病人其实分散在很多的医院里面嘛，哈，所以没有这个部分没有完整的统计资料了哈。那不过就我所询问到的，大概都是重症的 case， 重症的病人哈，那会进到偶尔会有一些会需要到洗肾的程度。当然有一个个案是他本来就慢性肾衰竭本来就在洗肾当中哈。所以那当然也是得到新冠以后要继续再洗肾了。部长好，这边台视提问，想问一下，因为今天在那个美国 CD 这边有针对这次的新冠肺炎列出了所谓的6个新症状，其中有包含了像是发冷、发抖、头痛、喉咙痛，还有肌肉疼痛这个症状。那我们是想问说，特别像是这样子的发冷、发抖、头痛，我们有可能会跟进列入吗？那或者是说，目前在台湾的确诊患者中，是不是真的曾经有病患也有出现过类似像这样子发冷、发抖的情形？另外，先前其实在那个马尔地夫有台湾人说持续受困在当地，那他们也没有办法包机，希望说台湾这边可以帮忙他们想办法伸出援手。请问这个部分现在有一些新的进度吗？谢谢。好，前面病人出现的症状包括喉咙痛、头痛、肌肉酸痛等等，那确实这在我们的个案里面都有这样的这个问题哈。那可是基本上因为它的核心症状里面，这个喉咙痛、咳嗽常常是伴随在一起的，然后那头痛也很少单一头痛出现哈。那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症状所谓通报的症状里面不会单列这一个哈。发冷发抖的部分，我们是几乎我所看到的个案没有这样的一个诉求，说他是用发冷发抖来做表现的哈。那这个您刚才说，那这些头痛、喉咙痛为什么不放进去哈？我刚才说了说它都是伴随着其他一起出现的，比较少单独出现。那第二个，我们的嗅觉味觉后来为什么要单独加进去？因为确实有一些个案就只有嗅觉味觉的问题，没有其他的症状哈，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放进去，不然这些人就会被漏掉。那马尔地夫的部分，那24位国人的部分，主要还是要解决马尔地夫到德里的那一段的这个航程。那一段的飞机外交部还在跟当地的国人去做
协助，还在处理当中，然后所以还没有新的进度。那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工商时报》有询问到有关于全中运的那一部分哈。那3月份的时候，全中运组委会就做出了决定，就是等到疫情指挥中心宣布疫情结束之后2个月后会来恢复举办全中运。你好，台湾情报提问哦，延续刚刚口罩的问题，就是一样，最近2周各地还是有民众跟药局向我们反映口罩的品质每况愈下嘛，然后故障率很高，就例如耳挂或鼻梁片等。可是在国内自己用还好，但是如果由护台湾助世界的活动送到国外，这样品质还不良，就没做好品质管理就丢脸了。那请问指挥中心负责品管的单位是哪一个？那指挥中心有发现最近口罩不良率提升的现象吗？谢谢。到目前就有听到像各位这样的一个反应哈，有民众在反映，好，所以我们还请我们那个检测单位哈，就加强的一下检测情况。确实现在出货很快，好，所以也没办法说每一批出来都查，好，但我们想增加这样一个检查的频率，那确保这些品质。长官们好，中天提问，3题请教，有关于就是5·11连假的这个部分，就是前疾管署的官员认为，就是说这可能是一个社区感染的一个试金石，就是压力测试点这样子。那想请问指挥中心怎么看？另外就是一样是口罩的一个问题，就有人在这个系统上面就看到，其实不少人显示他们是捐0片的，或者是说捐18片，可能变成捐18碎片这样子。那这种部分的话，是不是请指挥中心这边可以帮我们回应一下，是不是就是系统可能会有一些状况、一些 bug 这样子？还有最后呢，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海军确诊女友的部分，他们现在是都0确诊了，然后就有医护去称赞说，其实真的很厉害、很神。那想要请问一下，就指挥中心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以上，谢谢。没有，就是说有一些亲密接触者，但是在里面，并没有被检验出说有阳性的情况。那当然跟这些相对都是比较年轻的人，那另外一方面也这舰队里面相对也都轻症的比较多，所以是不是跟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关系？那也要持续予以观察。然后另外一个什么？5·11试金石不能把它当作这样的一个试金石，当然把它逐渐这样大家在一个人群的移动的风险稍微增高的情况下，那观察整个社区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要注意的重点。长官好，3例提问。想请教，台湾现在已经维持4天的0确诊，但是高雄仍然要执行这个兵推而且今天预演不排除周6要再1场。那么指挥官认为有这个必要性吗？谢谢。没有讲，就是说要做任何都是要有方法步骤嘛，那科学的一个根据。那其实做一些相关的演练，我们也在强调就是说我们不反对，当里面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步骤把它做好来。那至于说如果太大规模，那我们当然是不赞成的但基本的一些演练，大家要去做，熟悉一下的发生特别情况，那怎么样照着步骤来进行？那我想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现在的状况下，马上要做那种很实地大规模的，那就没有必要了。好，那我们今天的来吧，来。
道，如果说没有扩大筛检的话，那连续好几天确诊，国人还会担心说，之前那些本土病例找不到感染源的，是不是还在社区内有人还是有被感染，没有被发现？那大家还是会讲成本消费，恶性循环之下，等于经济我们的商店消费还是不加，政府反而要持续花更多的钱来投入，未来再投入振兴纾困。那如果早一点扩大筛检，或是至少抽样筛检的话，那是不是有可能反而让大家可以早一点比较安心呢？因此想请问，如果之后要松绑一些对于一些场所营业的相关经济管制规范的话，是不是会先进行一些社区抽样，了解这个情况，确定比较安心之后再开放呢？这个答案是不会的了哈。那第一个就是说，筛完之后你就比较安心，或筛完之后你就不戴口罩。事实上都没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嘛哈。你刚才问就是说，那你现在担心别人会传给你，所以戴口罩。那现在当知道别人都昨天大家都筛完是阴性，那所以他不会传给你，所以你不戴口罩，或者你仍然戴口罩。那如果我要问说那样的筛检带来的结果意义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们举一个很清楚的例子来看了哈，就是说，我昨天也看一个电视，有一个相当有名人到医院去，他没有戴口罩，然后他的理由是什么？他常常被检，他常常因为他很重要，所以常常检验，那他都是阴性。可是大家想看，天天检验并不代表，不是说天天的，每隔一段时间检验，并不代表他一定是阴性的。检查的检验的误差值，那或者就是说是检验完以后再感染到，都有可能的。可是这么有权利的人，他都会认为就因为我有检验过是阴性，所以我可以不用戴，我到医院去也可以不用戴。那他不用戴的时候，他也要想到说他可能他不会传给别人，那别人也会传给他，所以他就会认为说我是阴性，所以我就 OK 了。其实那个已经是很清楚的例子。那另外就是说，都筛完社区以后，昨天讲过说你发觉了很多的伪阴性、伪阳性，那然后呢？然后再把伪阴性、伪阳性再抓来再测一次。那过一个礼拜以后，大家又有可能有这个社区的无症状的感染者。那如果假设前提里面还会传，那是过一个礼拜我们再来测一次。那这事情就没完没了，天天都在测。那花的钱是做了什么？我比如说690亿，国家花不起，只是说花了那么多，要带来什么样的社会效益？那重要是我刚才昨天也强调过。纵使在极大值的情况下，我们社会里有3万多个无症状的感染者，那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10个未知感染源的病患，17个因为这10个而受影响的。那到底有没有花这么多的钱去找不到这10个？事实上，你再花再多的钱，你可能也找不到这10个人。那还是让这10个人他有状况的时候，我们把他救好，然后做疫调，把他框好，一步一步来。所以我昨天也在讲，今天刚才讲，我们的战略上要拉回到个人的保护，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了。筛检一定会有误差，那我们现在做的就是针对有症状的，我们去做筛检，那有问题的隔离开，就是这样子。那有些国家因为它太厉害了，所以那些它的就检验的误差值远大于它实际的发生值，远小于啦，所以那个检验有意义。那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的所谓的最大的盛行率，就我们这样精准筛检以后，它有差是1/1000，那没有那样的一个检验做大规模检验的这些试剂方法，它的误差比这个还要低啦。换句话说，误差就比我们这个盛行率要高。所以做这种大规模的筛检并不会带来意义，唯一带来意义是对整个社会的情况有一些了解，但对于状况什么都没改变。好，那我们今天要等这么久，来。不好意思，因为等到那个刚刚有一题就是
问部长，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明确性的指标，我们指挥中心有可能会撤离或解除？例如说国外，因为像国外的疫情也都降低，台湾疫情现在基本上有稳定，有没有什么明确的指标，就是说我们指挥中心可能会解除这样子？我刚才就从开始讲，我现在看看说个人行为，个人行为的遵从度，到达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用这个东西当做我们的放宽的一个指标。好，那今天记者会我们就到这里，非常谢谢。今日呢，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到鸦片结束嘅。有啲好消息就是连电第4日，国内都冇新增加确诊病例。各种显示全台湾嘅确诊病例数还系维持到429个。另外到今半夜，总共有311个人解除隔离嘅。这里一下台湾的疫情已经由缓下来，由黑的控制下来嘅。故所就当人开始来问讲，像先前听出来当防疫嘅规范也就措施，韩国呢系唔系会并用？韩国也嘅指挥中心成立喺18年，也就一般大家讲嘅也就指挥官相关嘅官员，韩国人名誉同家就按呢啲当成企业名嘅，按照防疫5月天。故所呢系唔系会本家就指挥中心也嘅做得先工作一下暂时告一段落，做嚟停下来呢。一个指挥官陈时中佢表示讲，也就爱看，所有国内一下大家民众系唔系做得来保持当好嘅一种经营嘅习惯。比如讲呢，接下来乜嘅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唔过大家爱啲好疏黑。喺講有嘅生活嘅習慣，留佢保持下來嘅。比如講呢，大家愛帶定做嘢咩，接洗漱，保持經營清好嘅衛生習慣，有可能一下經營嘅風險就會停下來，就會疏忽。故所呢，佢表示講，人確診都冇確診，大家做嚟當歡喜。唔過呢，大家愛啲防疫，做嚟放鬆，做嚟放鬆下嘅。唔過呢，千萬做唔得太太。佢講我。唔係講一下完全都唔會被一嘅武漢肺炎吹到，唔係講全無感染源咯，而係講係一下疫情要控制下來，故所唔會逼出太流行嘅情形。唔過還有可能人常常會有殺氣感染嘅情形，天天你會發生。唔過呢，大家要心理準備，做得嚟迎接一種突發性嘅情形嘅時節，大家嚟檢視人嘅醫療量能，還有治療嘅情形，做得同佢控制下來。故所國內來講，接下來並唔會講乜乜風逼出乜嘅大規模嘅群體感染嘅情形，就係愛看清楚有嘅係大家生活嘅習慣，係唔係做得老佢做到確確實實，老佢疏忽經營嘅亞關。故所呢，佢再個提醒講，5日連續假期停定就會到來嘅，係唔係做得大家放鬆呢？嘅當然做唔得。韓國呢，也嘅早晨呢，就要當多年，針對講也嘅1968 app。也嘅係唔係也嘅高速公路高公橋同大家表示講，大家做得去查，唔過當個去查，發現講也條其實都唔準呢。韓國呢就有一個花蓮嘅當道李雄業者，也條表示講，政府同也條聽咗係